我之前喺雪地講過一條有關 Ariana Grande 嘅片，大約意思係咁樣嘅。點解佢嘅外形會變成咁樣？同之前佢嗰個自己如此不同，好似靈魂都被抽走一樣。好多人都係咁樣覺得㗎。佢同自己 co-star Cynthia Erivo 亦經常喺度做呢啲關於部電影 Wicked 嘅電影宣傳時喺度狂喊，好似一齊經歷咗啲乜嘢巨大事件一樣，被叫做 trauma bonding。係人哋相信佢哋兩人拍攝呢部電影時，係咪經歷到啲不為人知嘅事情？影片中我亦問係咪綠野仙蹤本身有一個詛咒？似拍原版嗰個女主角 Judy Garland 一樣，1939年拍完嗰部戲之後，健康人生就此走下坡。同埋點解 Ariana 咁瘦嘅？電影各種嘅 symbol， 我最後推斷綠野仙蹤係對觀眾同對演員一種洗腦，所以佢就拍攝嘅時候有被切磨過。係咪太天方夜譚啊？陰謀論嘅荒誕真係無止境啊！聽下就算係某啲人對我嗰條片嘅睇法，咁我哋就用聽下就算去聽呢個思維模式嘅第二集啦。大家好，又係我阿望仔。我哋聽下就算呢個荒誕笑話，睇下 Wicked 加綠野仙蹤係咪有着毀掉明星意味嘅潛台詞？從呢個11月13號新加坡襲擊 Ariana Grande 嘅粉絲，佢真正名字同身份 Johnson Wen 同佢之前做過其他事，同對另外兩位可疑人物做過同樣嘅事情，判斷呢個是否有預謀去羞辱佢。最後嚟睇明星要成功必須進行嘅羞辱儀式到底係有幾恐怖？記得 Judy Garland 拍戲係話俾呢啲小矮人欺負過，畫面令人諗起 Johnson Wen 襲擊 Ariana Grande。11月11號源自澳洲飛到新加坡嘅26歲 Johnson Wen， 13號到達新加坡Universal Studios 出席 Wicked 續集 Wicked for Good 嘅首映禮。當晚7點11分，當演員們喺度行緊黃地氈， Johnson Wen 就老遠咁樣跑過去，跳到亦有少少跳上去 Ariana Grande 嘅旁邊，用手搭住佢膊頭，興奮地喺度跳嚟跳去。佢哋旁邊可以睇到原本 Ariana Grande 喺度拖住嘅楊紫瓊啊，佢都不知所措，冇使出功夫，只有 security 嚟到將佢制服。之後將呢件事件 Johnson Wen 有 post 話多謝 Ariana Grande 俾佢機會同佢一齊行黃地氈，更 post 呢條片到自己 social media， 因為其實佢係一個名 Pajama Man 嘅網紅。講嘢方式奇怪，喺自己無論 food court 啊、圖書館，或最多係地鐵上會大聲侮辱自己。嗱，講白啲，佢係外國版嘅白卡。但當然佢最出名係到呢啲大型活動上作出一啲嘅搗亂，總共有7個，無論係 FIFA Women's World Cup Final 或者2024年奧運。但似乎佢最引以為榮，除咗 Ariana Grande， 佢自己 social media 會 pin 出嚟係2個，唔知點解有種可疑嘅感覺，就係Katy Perry 事件同埋 The Weeknd 事件。Katy Perry 之前無論佢可疑上太空片，或更多人講嘅台上故障機械人事件，都標籤咗佢為身邊會發生一啲怪事嘅人。我自己最留意係佢同加拿大前衰總理 Justin Trudeau 拍拖，而 Johnson 當時都係一貫上台啦，跳當時好紅嘅 Floss Dance， 然後就被拉走，但佢冇得到咩嚴重後果嘅，只係 ban 咗佢去嗰個場 Sydney Olympic Park 6個月。而其實只係2025年6月發生嘅咋。Katy Perry 話比想象中冷靜 ，The Weeknd 又係啦，但會發現嗰個事件會導致任何後果嗎？一個都揾唔到。呢個小則係幫佢壯膽，導致佢呢次會搭飛機去另外國家搞 Ariana， 大則係咪一個 plan 咗嘅事件？因為同 Ariana 同 Katy Perry 一樣 ，Weeknd 都係可疑人物，由佢 MV 出現嘅奇怪訊息到佢 Twitter 話飲血。只係想講 Johnson Wen 搞嘅3大人物，全部都係好似同會有着重要嘅意味同關聯一樣，所以佢只係一個行動嘅 puppet。你睇呢件事導致咁大嘅新聞同咁大轟動 ，Johnson 只係喺新加坡坐監9日。當我拍緊呢條片嘅時候，佢最大新聞係佢以後唔准入新加坡啦，但佢都唔係嗰度嘅人 ，he doesn't care。而如果係 plan 去搞佢哋，只係製作單位嘅宣傳定係其他嘢，因為網上
讓人哋覺得 Ariana 會有 PTSD。可能大家都記得2017年 Ariana Grande 演唱會上發生嘅 Manchester 炸彈事件，最後係死咗22人，所以可以話佢一定唔會 agree to 做呢啲突發事件嚟博宣傳，對佢一定係有陰影，除非係佢唔知情嘅情況下，要俾佢驚惶失措嘅樣子俾大家睇，就係今日要講嘅羞辱儀式。同之前好多男藝人要扮女人，或有人相信 Taylor Swift 上台被干擾，都係一啲羞辱儀式。咁點解荷里活會要做呢啲羞辱儀式？佢哋到底個得着會係啲乜嘢？因為呢啲儀式就係佢哋能夠紅同埋繼續紅嘅原因，要失去尊嚴嚟得到世界。嚟自聖經呢句 Pride ends in humiliation, while humility brings honor。所以有咁多個男人都要出嚟着裙。你以為佢哋真係想嘅咩？自大的人最後嘅結果就係被羞辱，好似嗰啲明星一樣，而反而被羞辱之後，佢哋就會得到光榮。嗰個光榮就係俾主人睇嘅，無論點樣對佢哋都會繼續願意紅，所以佢哋乜嘢都會願意做。亦根據啦，係一個俾其他名人嘅一個警告之後，甚至連自己屋企人都可以出賣埋。講到羞辱儀式，有人話社會上亦有 systematic 嘅羞辱儀式，唔係淨係俾名人嘅。教育制度有人話亦係羞辱儀式嚟㗎，話 public school system 係將啲小朋友放進入學校入面變成一啲工人，話現時教育制度係源起於根據 celibate scribes 一個古老同埋過時嘅學習方式啊嘛，亦係㗎。之前有人話啊嘛，學校嗰個班房真係好似監獄㗎，嗱你又要坐定定啦，有特定嘅休息時間、食飯時間，根本就係準備你他日為人打工。而嗰啲咩學校欺凌啊、老師針對等等事件，就係一種儀式的洗禮，洗禮你嘅心智。我會喺會員影片講更加多學校羞辱儀式，好快會出街，請按下面第一個連結成為會員，亦多謝 G 級會員。事件發生後，唯一 Ariana Grande 發過聲嘅說話，係佢行緊紅地毯嘅時候講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地獄在發生什麼事？其實不管佢知唔知道地獄會對佢做呢一個事件，可以見到佢繼續為咗紅落去，無論係 Wizard of Oz 帶來嘅沉重，或者係 Johnson 呢次帶俾佢嘅騷擾，對佢嚟講都係辛苦嘅。而 Johnson 無論係背後控制或係自己發癲，只知道佢亦會繼續行惡，因為即使我哋所講嘅全部都係估錯，或者只係一啲陰謀論者太荒誕嘅一啲想法，咁樣繼續放咗佢出去，有意或無意也好，係一個會繼續製造可惡嘅一個舉動。